来最近这个本土确诊的人数一困增加真多，台湾的医疗量能敢有遐度承受咧？指挥中心的专家张尚存讲，台湾的医疗体系会去评估轻重症甲需要住院的人数。目前大部分的确诊者拢是轻症，所以只要确实做到分层分流，就会当确保医疗量能袂来崩盘。 本土的病例有83，本土的病例有34例，本土的病例有33例。本土疫情又搁爆发，连续6天双位数的成长，敢讲去年噩梦又搁要重演啊！整体的病人数目达到数千人、数万人的时候，就会对我们的医疗量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那这是有一个预估的数字在做处理的。 张尚存讲，免伤紧张，即马台湾的医疗体系要挡会调，嘛讲只要整备医疗物资，甲落实轻重症分流，重症送病院，轻症送集中检疫所，也是加强版的防疫旅馆，分层分流都无问题。是讲短6天就增加200例，那呢防疫境界敢是应该升级啊？原来那样的一个升降级的标准，现在已经不适用、不使用了。直接看疫情的状况。 影响的状况，那直接对于各项作为下相关的一个规定，让大家去遵循。也就是讲，即马台湾未阁有3级警戒这款的规定，是针对疫情的变化，加强部分法规的强度。讲起来是要有效对抗疫情，嘛，就要挖靠预防射。是讲75岁以上的老大人，第二剂预防射的注射率敢若70%。看这个办事，想要达到安心免疫，还阁有一条真长的路要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